嗨，你好，我是黄河。我在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》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罗有德，隔离所有的病患，这样才能够防止鼠疫扩散。罗有德他是一名最年轻的地大外科主任，所以其实他的个性是清楚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对一切的困难跟问题，只要他想要达成那个目标，他会不择手段的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。他的确跟别人不一样，然后他也没有想要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想回家，他没有想要抗争什么东西，他也没有想要对抗什么东西，他也没有想要，没有，他就是想回家，他就是想回家找太太、找小孩，回去他原本的生活。毛路英呢？他是外科主任，所以他很多时候都是由他来主控手术的过程跟需要的东西。开始拍摄前，当然最直接的是要准备外科手术的技术上面的学习。不管是缝合啊、手术刀啊、器械的名称啊，所以在这个部分，在当时上课的时候，跟医生对了很多次详细的手术的流程跟器械怎么样使用。最常练习的一件事情是我回去有缝柚子皮。最印象深刻的是跟夏腾宏，就是李木雄一起接生的那一场医疗戏。那一场戏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人体是多么的神奇，一个生命居然可以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这样子蹦出来，一个人的身体居然可以接受这么大量的伤害，然后最后又可以好好的愈合，太神奇了。本来以为那个线他应该不会装，要工作人员装，然后他就自己给他弄上去，然后就装，超厉害的。在设定上面，小提琴是罗有德很大的心理寄托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小提琴就是罗有德的情跟爱。想到小提琴，他就想到他老婆，就想到他美好的生活，他的梦想，他的一切。那加上罗有德这个角色，他有一个他个人的习惯，就是他要用居弦之歌来开启他的一整天。所以每一次罗有德碰到小提琴的时候，都很细心，都很开心，都很对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设定，对。但係小妹個堂係有有德有给李湘一封信，我觉得有德会给他这封信，其实是因为他经过他的观察、他的思考跟判断，他会觉得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老婆，对不起家人，不要连累他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决定。这是在那个时候，当时有德在当下看到身边的环境发生的事情，他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是最能够保护到他的家人。这甚至也有可能是有德的爱的表现。我觉得李湘跟有德他是一个很强大的牵绊。虽然说李湘没有从头到尾出现在故事之中，可是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，会很明显的看见，就是李湘可能是有德的一切。